最近各位傳媒一定留意到定期息率好似坐過山車咁一路跌，12個月港幣定期實經跌穿2厘半水平，真係嚇親唔少保守投資者。係咪應該繼續等啦？定係趁仲有高息時候鎖定啦？第二季應該點樣部署先最穩陣啦？你有冇已經諗好策略，定係仲猶豫緊，唔知點揀呢？大家好，我係 Piers 皮亞斯，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美股3分鐘。中意我哋嘅內容，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。要預測未來嗰個利率走勢呢，我哋一定要對呢個關稅有所睇法啦。其實離唔開幾個可能性嘅。可能性一，關稅減至0，因為好多經濟體唔能夠承受美國嘅關稅。據報已經有超過50個國家開始同美國商討，尋求自我降低關稅，嚟到尋求美國和解。如果美國最終決定取消關稅，咁其他國家就有機會減少對美國商品嘅報復性關稅。咁樣一來，國際貿易會慢慢恢復正常，通脹壓力都可能會舒緩。相信應該有國家係試經逃出關稅嘅厄運，好似以色列、阿根廷等。不過要全部國家撤銷關稅，其實機會近乎0。可能性2啦。關稅增加收入，同時美國減債成功，美國再入盛世啊！雖然面對住高關稅壓力，美國都有方法改善財政。只要政府能夠控制支出，推動經濟增長，減債同時增加收入，就有機會降低違約風險。咁樣市場信心會提高，對美國債務情況都係一種穩定作用。咁最終呢，長債息率呢會因為信貸情況呢係改善而下跌，定期息率都會因此下跌。嗰個可能性3，持續徵收進口關稅，拉早通脹，要加息對付。如果美國繼續徵收高額進口關稅，最直接影響就係成本上升，企業同消費者壓力會大咗，可能仲要加息。呢種情況會壓住經濟增長，甚至引發經濟衰退。摩根大通 CEO Jamie Dimon 就講咗，關稅會推高通脹，拖慢經濟增長。雖然未必即刻令經濟衰退，但會令本身已經緊張嘅經濟環境更加惡化。睇返市場嘅氣氛，唔止 JP Morgan Dimon 一個人擔憂 ，BlackRock CEO Larry Fink 都話美國可能已經步入咗衰退，絕大部分 CEO 都有同樣感覺。根據 CNBC 嘅調查，有69%高管預期會出現經濟衰退，超過一半人認為會喺1年內開始。標普500指數最近2日跌咗10%，Fink 仲警告市場有可能再跌20%。企業領袖開始好擔心，摩根大通已經將經濟衰退機率調高到60%。Bill Ackman 等投資界人士都強烈批評關稅政策，話會帶嚟嚴重經濟後果。接近一半 CEO 話關稅會影響到佢哋公司，可能要加價，咁樣就會令到通脹上升，消費者開支減少，仲有國際層面上嘅擔憂，好似全球消費者抵制美國品牌淡。喺呢個商界嘅壓力下，聯儲局已經開咗特別會議，討論減息可能。好多消息都指住減息步伐會加快，主要目的就係提升市場信心，推動投資同消費，對抗可能到來嘅經濟放緩。政策調整有機會成為未來經濟回暖嘅重要推手。咁如果真係通脹重臨或者經濟衰退，再次加息，對於而家疲弱嘅美國經濟應該係雪上加霜。中期選舉特朗普想贏，機會都難。到時為咗刺激經濟同拉票，一定會大幅度減息啊！Update 一下美國10年國債走勢啦。最近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由大約4%升翻上4.415%，反映投資者對高利率產品嘅需求增加。依家正係一個好機會，投資者可以考慮鎖定高收益債券。經濟如果再轉弱，減息可能性會更高，屆時息口有樂無上。參考翻 Money Hero 嘅網站，而家最佳定期存款選擇。講到穩陣投資，以下係最值得考慮嘅定期存款產品。咁1個月定存呢，Mox Bank 提供高達3%年利率，適合短期資金調動啦。3個月定存，恒生銀行提供3.3%利率，適合中期穩定投資。12個月定存，信銀國際 CITIC First 提供高達3.4%利率，適合做長線部署。呢啲產品唔單止利率吸引，仲能夠配合唔同投資者嘅財務計劃。睇到呢度，如果對投資美股好有興趣，但又覺得無從入手嘅話，我準備一封免費嘅 newsletter， 大家可以 subscribe， 裏邊涵蓋晒所有投資美股之前必須要了解嘅資訊，歡迎大家訂閱。今個星期 Money Hero 又有好嘢益大家，
關稅戰引發全球資產大跌市，唯獨是 SQQQ 可以大升。馬後炮咁睇翻成件事呢，其實 Weibo 嘅圖表功能呢都幾殺食，因為佢接入咗 Trading Central 嘅 Technical Insight， 免費俾大家用。如果時光可以倒流，咁呢就係3月3號見到個雙底，3月26號又見到個吞噬線信號嘅話呢，可能就唔會錯過4月3號同4號嘅上升裂口啦。把握機會，經 Money Hero 開翻個微牛戶口，入8萬蚊擺60日就可以拎到2800蚊禮券啦。開通埋現金字頭呢，仲可以收埋息添托。另外 Money Hero 而家搞緊個春日狂想曲大抽獎，有10部 iPhone 16 Pro Max 同高達60萬豐富獎品等緊你。開證券戶口有額外一個抽獎機會。多謝你同我皮亞斯一齊 update 完最新嘅投資熱點，記得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聽日見面。